来继续来看南投埔里镇公所举办灯会，以森林灯会为主题，来展现地方的特色。展示用竹仔边的高瓦灯，还有埔里在地学生甲民众以及尖尾市、日本出水市所响应赞助的彩绘灯仔会，邀请大家将月28开始到埔里参加森林灯会。这个搁结合咱各方面甲光的这个艺术吼，相信讲伫过年这段期间吼，是咱不管是咱的乡亲，还是讲咱的观光客，伫一个暗时啊，伫遮来散步啊，来赏咱的夜景上好的一个场所安尼。这个灯会设计5大主题灯区，结合镇内民众共同参加，打造森林夜间的光影景色，和地方人士拢真有乐。可能有些人呢会在那边做一些音乐的表演。那今年呢，也多了很多惊奇的地方。主办单位欢迎全国乡亲到埔里欣赏一场上无同款的森林灯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